大兄弟姊妹，大家主日高早平安，平安，真欢喜，感谢上帝恩典，互咱有遮尔啊美好的清早，互咱会当搁一遍聚集伫主的圣殿，感谢上帝过去的一礼拜的顾守甲保护，互咱会当平安过了这个礼拜。今早求上帝赐予咱有一个新的恩典，甲新的祝福。主耶稣，这个时阵，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听候上帝你的事，求你圣神来充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赐予阮有智慧甲能力，互阮有气力甲勇气，互阮会当伫真早起的时阵，会当用积极甲纯洁的心，伫遮来敬拜上帝。主，你是全能的上帝，你赐予阮。你的话语要来教示阮，互阮伫今早起的时阵，甲主你的同在，主你的听，时时来充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充满伫阮的会堂当中。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主你是全能的上帝。这时阵，咱做来吟这条诗歌。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使我多多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征战。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请你听我的祈祷，主啊，求你即时来赐予阮，求你来开阔阮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荣耀征战。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这时阵，咱要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更加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来向上帝来恳求。咱来求上帝光照咱，互咱家己清楚咱家己的罪，来向上帝来认罪，互咱成做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人。互咱会当伫主的内面，成做一个圣洁。咱为着咱家己、甲上帝、甲家己的罪，来向上帝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你来敬拜上帝。这个时阵，我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的主爱甲恩典，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开展。
主啊，阮要恳求你帮助阮，会当更加甲你有好的关系。主啊，阮直接要诚心认罪来悔改。是要上帝，阮知阮是有限，搁软正的，伫阮的生活当中，阮时常犯了过错，离开主你的道路。主啊，阮承认阮的罪，无论伫阮的心思顶面，也是伫阮言语顶面，也是伫阮所有，求你上帝，你会赦免阮拢总的罪。主啊，求你会保护来洁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主啊，求你帮助阮伫阮每一天用祈祷、读经，会当甲主你有好的关系。主你求你赐予阮一粒较无的心，也互阮当伫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开展。主你的灵伫阮的心中自由来运行，来带领阮头前的道路，将阮祈祷来献予上帝。这个时阵，咱也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教会有一个事工，有一个福音的宣扬，也是利用咱各种各种的宣教。咱今年教会进入50禧年，咱来到上帝面前，来敲吹上帝伫咱50禧年当中，主要互咱使命是甚物？咱为着咱教会，为着咱教会50禧年要来的路，求上帝来。为咱开路，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求你一直以来拢是带领阮贵阳教会的上帝。当阮今仔日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为着阮教会事工宣教的使命、甲福音的空断，向你来祈祷。主啊，你互着阮真做世间世上会更加严。主啊，求你兴起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点到阮内底对宣教福音的热情，互阮能勇敢活出基督的款式，成做宣教福音的出口。主啊，愿你的灵即时来充满阮富强教会，伫阮的事工，伫阮每一项的服侍，也是伫阮福音的宣教，拢是合主你心意。主啊，阮特别阮为着阮教会50禧年来献上感恩甲祈祷。50禧年来恩典，也是阮属灵新的起点。我们展望未来，求你赐下意向甲策略，互阮伫阮福音的事工顶面更加火热，伫阮宣教的使命，上帝你的标杆来对主你来行。愿教会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祝福社区，祝福每一人的家庭，祝福。伫台湾这个土地，主啊，50禧年，阮毋单是庆祝，是更加要来教会转化的时刻，互富强教会伫你的带领当中，进入更加丰盛的禧年。这时阵，咱也为着咱教会的青少年来祈祷，咱每一个人的家庭应该拢有青少年的细囝。无论伊是伫社会，也是伫咱教会题目内牧区，也是伫咱的主日学，咱拢需要咱来为着因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咱教会的青少年题目内牧区主日学来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这是阮同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为着阮教会青少年来向你祈祷，主啊，伫因成长的过程当中，青少年面对一个的有限学业、甲关系、甲未来工作的压力，求你亲自来保守、来带领，互因用真理来做因的根基，无就这个世界的有限来勇敢来选择。对主你的路来行，主啊，阮也特别为着阮教会题目台牧区来向你祈祷，求你照你的话语，无看轻少年，求你互因伫因的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清洁上，成做正人的模样，互你所放伫因生命当中。
会一日搁一日较明白、较清楚。主啊，阮也要将阮主日了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所有服侍的主日的老师甲同工，赏赐因智慧甲耐心，也关心细囝伫青少年的行为，互上帝话定紧伫因主日了小朋友的生命。主啊，阮将这一切当心交托伫你，相信你伫青少年当中要做奇妙的工。这时阵，咱也为着咱今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来向上帝来祈祷，求上帝会领甲牧师同在。咱也为着咱今日的服侍者来祈祷，互因伫服侍顶面上帝赐予因百般的恩赐。咱也为着咱今日所有会友，会当伫遮谦卑领受主的话语甲教导。咱为着咱今日牧师，为着咱服侍者，为着会友，会当谦卑伫遮领受，做伙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上帝，这是阮同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当阮将阮今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当阮将今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搁一遍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神引带，赐落对你遐来的真理甲能力，互牧师所传讲的话语，要充满伫阮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上。求上帝你让互阮会当的生命得到祝福。这是阮也为着求上帝你来保守阮每一个服侍者，无论阮伫台前还是伫幕后。求你拢赐予阮一个合一的灵，互阮有一个喜乐的灵伫遮服侍，互阮每一个服侍拢出伫你的听，拢是要来荣耀上帝你的名。因为上帝，求你拍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阮会当用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当阮也伫遮专心听叹你的话，互阮的话深切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能结出美好的果子。主啊，当阮将阮今日主日的敬拜，拢要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圣神伫阮的中间自然运行，带领阮今日的敬拜，同心领受，同心得到主你的恩典。感谢主耶稣听阮的祈祷，愿今日敬拜充满主你的荣耀。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听。邀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来起立。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充满世界，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我无入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这时阵，咱用这个诗歌，让咱上帝。专心感谢，专心乐进你的门。是上在献上敬拜，是最纯的过程。你来你拢无看如你落看我，常常感谢记得无煞，恩放在你。专心感谢，专心乐进你的爱，专心上在。
感谢基督无煞，永恒在地里，我要全心无落，跳舞传扬你名。你的天意之理，也过伫世界千年，我要全心无落，永远学落就要学落，我要大声落你的无煞。我伫遮要大声的学你。全心感谢，全心学落进你的门，全心颂赞献上期待，是最纯的过程。你来面永恒花路，一路漫漫，上上感谢。基督无煞，永恒在地里，我要全心无落，跳舞传扬你名。你天意之理，也过伫世界千年，我要全心无落，永远学落就要学落，我要大声学落你的无煞。全心学落，跳舞传扬你名。你的天意之理，也过伫世界千年，我要全心学落，永远学落就要学落，我要大声学落你的无煞。我要全心学落，跳舞传扬你名。你的天意之理，也过伫世界千年，我要全心学落，永远学落就要学落，我要大声学落你的无煞。耶稣是有个他的大路，耶稣是有个他的话。哈利路亚！所以你是靠着阮大乐上。是有个他的大路，耶稣是有个他的大路。你是我倚靠的困难，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一张微亮的宝贝，我着爱努力来交找，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让我靠你扶持我，让我最大力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
是我活靠的困难，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亲像杯中的宝贝，我着爱努力来交找，你是我的一切。但当我做歌甲力量，对心搁活活的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的你扶持我，当我水大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新有歌，他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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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道路，他的道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咱做的吟圣诗230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你的万邦万国万民，亲自来我上帝面前，我相信是阿乐一起，上帝至尊人人敬敬，上帝以我而把上帝。咱最主义来是咱，一定得多一一个，是大至尊咱了上苍，大家当日前来问来，当心欢喜敬拜上帝。上帝大恩靠万世代，靠关的天，靠宽的地，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信靠欢喜请我上帝，上帝主必听他怜悯。等等故故永远玫瑰。哈利路亚！感谢俄罗天顶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万般的福分，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宰，你将一切好美赏赐给人类，也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让阮伫遮通徛起。生命也是对着你所来，所以阮爱伫你面前当心自执，阿乐敬拜，是因为阮知，伫你的内面，阮就享有一切；伫你的内面，阮就领受你至大宝贝恩典甲疼痛。所以阮当心阿乐，当心敬拜，当心就到主你的殿堂，阮敬拜。是因为主你的恩伫阮中间一直无限，所以愿阮今仔日的聚会敬拜，透过上帝你的面前，望主的接纳，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经历这个礼拜，也是经历着主你的丰盛，经历着主你的荣耀，经历着主你所有的祝福。
愿平安的主甲阮伫地，愿祝福的主也甲阮伫地，愿阮的敬拜诚侪芳芳的坐到伫主你面前。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但是要请咱议员徛地吼，咱们来纪念这个尼西亚圣经吼，咱一段做伙来读，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借在色女玛利亚出世做人。伫本州彼拉多任内，为咱定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愿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读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为伫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过活，来世活命。阿门。感谢主，大家请坐。这是咱来启用文，启用文12篇，诗篇40篇，我来启会众来用。我内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埋中，甲我牵起来。伊叫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真侪真济奇事。你要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啊济，这期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这是咱后头来祈祷。慈悲甲恩典满满的主，阮会用感谢的心来伫你的面前，因为你救赎甲应允来到世间，你时常用你慈悲的怜悯来安慰阮的心，也伫阮逐款的境遇当中，你用你上好的旨意来引带阮，伫行伫平坦宽阔的路。阮伫世间的日子，一日一日得过，也常常在享受你无穷无尽的恩典。阮对心底深深来感谢你。富强教会迎接57年，富强有时向神奔驰，
伫属于属灵的意义顶面，富强是丰盛的生命，也是属灵的快乐。毋单单靠阮会熬，阮的快乐，而是透过主要法你遐来属天的快乐。跑走需要一定的方向，教会迈向伫未来50年唯一的标杆，就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底呼召阮，阮得到属天的恩赐恩典甲赏赐。阮也伫50几年的今年的第一摆的系列研讨会，也邀请到18间的正教会同工参加着阮即届的研讨会，人数将近207位。来家己富强参加，圆满来达成顺利，感谢主。阮也第2场的系列也分享伫小组的时间的研讨会，也要伫3月14来举行。但今日阮也是有文道学校第1期也正式开课，也期待阮的信仰诚侪灵命成熟，也了解明白着福音真理的基督徒。求主赐予阮大大的恩典，甲阮三甲伫咧。特别求你看顾属于你教会的青少年，也掌权伫这3天的大学的学测的考试。使着平安智慧的心来帮助遮囡仔克服着压力，找着上好的状况来应考。有上帝的恩典甲慈爱来带领，祝福着因会当摕到上好的成绩。领受使命为主向前行，奔向标杆得主的荣耀，也得到富强教会迎接着未来起造的意象，积极来培养兴起的新的世代。感谢主，这是阮也恳求你祝福伫阮所要听的真理，伫你神甲智慧的人在伫阮的中间，也互阮时时刻刻记牢着你伫阮心目中所做所行，拢照你的旨意来帮助阮。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恭受上帝的话，咱来看2位的圣经。第1位圣经是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这时咱做伙来听，我来读。所以做一个为着主做坐工的人，我可劝恁，既然恁受上帝呼召，所做着符合着伊的呼召，见若着谦卑、温柔、忍耐、应听，互相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系，尽力来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神只有一位。都亲像上帝调咱要得到的愿望是一个，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位，就是所有的病，因伫所有的顶面贯穿所有的，搁伫所有的当中，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行伫伊话的人。这是
圣歌队献诗，因要所献的诗是主愿属于你。献诗说牧师今仔日要讲道，咱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同心跑走的教会，同心跑走的教会。感谢主，谢谢圣歌队带咱来敬拜上帝。讲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伫进前有寒流吼，即几天咱较少咯。感谢主，互咱安尼无受阻挡，做伙伫遮同心主的敬拜。咱要分享做话进前，
咱做伙来祈祷。听大家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三甲敬拜，三甲服侍，伫遮要三甲通过你的话来彼此勉励。愿主你的话真侪阮的快乐，真侪阮活命美娘，赏赐阮充足属灵的快乐，也互阮更加明白主你的价值。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伫第一礼拜哈，即本过第一礼拜，咱做伙通过咱今年50禧年的主题哈，富强50五神奔跑，也是讲跑走哈。啊，咱用即个来开题，知影讲咱和即个主题是甚物意思？啊，咱所要努力的方向。啊，当然即个奔驰哈，国语会足好讲啦吼。啊，咱若讲奔跑、跑走拢会使吼。毋过我知影讲有诶较惯势讲华语诶兄弟吼，伊讲跑走改成听了无好势，合你倒走去安尼吼。啊，所以我有感觉讲，要安怎找一个较大家拢听有啊，讲了嘛啊足顺遂诶。应该吼跑走是咱台湾诶惯势诶话啦，但是啊，别人拢听有是奔跑嘛是，敢若差一字尔吼，奔跑、跑走拢会使。啊，今仔日咱就是要三甲来分享讲，当要用主来跑走，用主奔跑。啊，奔跑是上重要的前提，也是讲咱的基础是啥物？是同心。若无同心啊，后白走，安尼就麻烦啦。啊，所以圣经有互咱真水的教示甲指导，小等下我会经节搁做一遍来学习啦吼。啊，那今日主题讲同心奔跑，也是讲跑走的教会，是安怎同心呢？圣经内面有咱真侪水的学习。咱富强50开始跑走，开始走。啊，他上帝的条件就是同心合一，意思是教会的50，咱逐个人拢有咱家己的导向，也是讲咱有逐个愿望，但是咱必须爱有一个共同的意向甲目标。咱感觉讲这个代志是咱一个上大的公约数，大家要三甲来努力达成的吼。啊，这是咱今日要三甲来学习的。咱知影讲合一啦，定义是啥物呢？就是一个方向来跑走，合一的意思。简单讲就是安尼。啊，那保罗伫以弗所的一本册内底，以弗所书的教导是安尼。合一是一个动态合一，合一毋是安尼，大家安尼白白做伙，啊拢袂叮当吼，啊乖乖啊，啊拢无代志做，毋是迄种合一啦，啊毋是叉叉吼，啊是被动的合一，是动态。动态合一的意思就是讲，大家人各自的遐运数，逐项无共款，咱的差异拢表达出来，但是呢，方向是共款的。迄就亲像咱台湾吼，最近这几年足流行马拉松吼，啊，咱有的人走全马，有的人走半马的吼，啊，嘛有4分之的，啊，嘛有家庭的，哇，都反正若有马拉松拢足好办的就对啦。台湾对头到尾吼，台湾头台湾尾，大家足爱办马拉松，啊，咱教会嘛有足侪兄弟吼，对这足有趣味的，因为迄有种自我挑战吼，自我挑战。我也知影讲，咱教会有人是真做专业的马拉松跑者哦，吼，甚至走去日本、走去外国参加这款的跑走。啊，这个马拉松赛跑吼，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哇，特别是这个城市办的这款啦吼，毋是什么世运会款专业咧走的，是所有人拢会使参加的。哇，大家安尼穿插吼，安尼五花八门啦吼，穿安尼花里胡哨拢有啦。啊，甚至有人啊搞笑的拢有吼，啊也有化妆的特别化妆。但是咧，这几千几万，甚至世界出名有几若个打马拉松是坐甲几10万人哦，像迄波士顿的马拉松赛，东京吼啊纽约这拢足出名的马拉松赛，大家吼拢穿啊足水的就对啦。有的人是毋是专工要来比赛，是来咧好耍的。但是呢，遐尼济的跑者，大家人拢有才，有迄专业的，迄要走冠军的，有的是来遮咧耍啊，专家吼。但是，就是大家拢共一个方向，
无人咧倒头走啊，无人咧走去别位诶啦，就是往一个目标咧前进。迄就是叫做动态诶合一，因为逐个人拢要追求家己诶极限吼，半马、全马拢会使。所以若是无共同诶目标，就是讲咱无要向上帝来跑走，向上帝来奔跑。咱只不过是一个所在一群人做伙尔啦。若小可意见袂合，也是逐个人想法无相同吼，你真紧就会摩擦，就会散去啊。咱定一句话讲乌合之众，咱注意看吼，伫咱社会定办一寡活动哦吼，逐个也要抢迄奖品啦，拢用迄无共款的布，反正咧闹热，都野什物物件，就逐个相争，也无什物团结的所在，因为逐个人敢若为着要得到迄个奖品定，一个就散去啊，这叫做无目标，就会散开。所以兄弟姊妹，咱富强50向主来奔跑的时阵，咱就是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甲意向。迄就亲像一个军队吼，咱军队咱知影有人行紧，有人行慢，有人会落队哦。但是因为方向拢一致，所以行紧的人伫头前在做咱讲伺候，也是讲做一个侦探。后壁的人咧压阵，但是咱紧甲慢，大家拢往一个方向跑走，会调整。咱嘛是爱总人数拢够，咱要征战才有开力啦。所以这诚做一个足大的开力。所以兄弟姊妹，咱为着50许年，咱已经开1、2年的会议筹备，想各种会当真适合咱富强教会伫50许年诚做宝贵的礼物奉献予主。咱敲好咱就公布，像咱的4合页安尼吼，拢讲真清楚，就是要招咱兄弟姊妹讲，哇，可能你有更较好的意见，但是呢，咱所会当想到的，就是这，欢迎咱大家踊跃来参与。咱大家向前迈进。所以合一呢，毋是要求一模一样啦，你就安尼，就安尼足死板的吼，是伫基督的听的内底，咱对一个方向，大家拢共同的方向，为着要荣耀主，要互主的名得到运用、应用。当奔跑走，的确要有一个特色，有一个特质。所以奔跑的代价，就是合一的需要这款属灵的特质。拄则咱所读的《以弗所书》第4章对第20节开始，伊互咱几项这款的特质啦，特别是咱若对第1节开始讲，恁既然受上帝呼召，行为就符合伊的呼召。咱一个前提是主呼召咱做伙伫富强教会，主互咱伫即个所在共同心地行至50许年，所以咱有些特质，伊讲要维持合一所需要的特质有这几项啦，就是谦顺、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佫有是讲，就是用和平三角联系。咱这几项有咱真大的提醒吼。这几项伊讲了，到底什么意思呢？保罗是安那会爱咱讲合一，都爱有遮呢？第一，谦顺，谦顺就是咱对来讲，一个军队也好，一个马拉松也好，伫群体咧往前跑走吼，上惊是惊讲有人吼，安尼家己要出头走大成也无咧管人安尼吼。所以谦顺就是讲，无掠做讲我走的方法，我上紧，我上好，无掠做安尼做为的标准。袂使讲因为我走了紧，就嫌别人，甚至咱讲的讲去打着别人，就了踩踏别人。所以谦顺就是咱强的来牵成弱的，有困难的咱互相相帮衬，迄谦顺就是这个意思。咱对50几年有真侪感觉讲多多益善，愈做偌济，但是当咱定落来了后，咱有了解、有明白的，
咱毋是讲骄傲了，做我做的才是对。咱大家做伙有份，要甲即个目标迈进。所以富强55主来奔跑的时阵呢，毋是这长老走去就好啊，也是这干部走，是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大细细，长辈、中年的、青年的、少年的囡仔，咱大家拢感觉即个目标真好。你走我嘛走，大家做有份，毋是干那遐勇的先走，走到别人伫后壁面安尼皮喘，甚至讲走无路，毋知要哪走。第二项是忍耐甲宽容。咱知影伫咧长跑的中间，有人会跋倒、受伤，也是落叶啦吼。所以真正会同心奔跑，毋是走紧的人先到，是强的愿意慢落来维持扶持才会乱足的。但是意思是讲，咱确实无一人会落队啦，缺一不可，非你不可。就是讲一个都不能少。这才是富强教会5主奔跑的上悬的目标，毋是几个感觉我会晓走就够啊。所以呢，互相相敬，互相相扶持，互相相帮衬，互大家人拢共款即个方向，会当同时到。我有看见一个底片底片真有意思，伊咧讲有一只马伫蒙古迄款沙漠的地中间有一窟水啦，水内底是拢罗锅糜啊。迄只马无细字，可能要食水啊啥去溺入内底。溺内底伊愈酿咱知影讲迄泥流沙啊，是迄个罗锅糜你愈酿愈深呢，会沉落去只马改成强强要淹死去啊，安尼啦，无求生的意志啊。拄好有人喺蒙古骑马的遐牧人，就是讲专门咧牧羊的遐人，行到遮看到迄只马，大家感觉足毋甘，讲只马啦沉落就无命，想要甲救。迄个领导的迄个头人讲，毋通落去连你嘛都淹落啊！伊想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安怎想呢？咱来看这个影片，看卖来毋知有声无？一只马沉伫内底，爬袂起来。Харин алтан ноёндоо эдэн адуугаар чаа. Ганцар дүүрэн буцаа утсан дээр байна.
兄弟姊妹，这底片哦，咱真心的学习啦吼。至少尾到尾会当脱离开迄个水潭，也是讲迄个流沙，毋是别人甲救，是到尾家己得到鼓励甲气力。所以即群马伫边仔说讲，你会使，你会使，大家做伙奔跑，大家做伙跑走。福祥教会精神应该是安尼，毋是咱做咱走互伊做阴去安尼。兄弟姊妹，伫即款忍耐甲宽容扶持的时阵，咱愿望逐个人拢受到造就，逐个人拢彼此相敬，互相相牵扣。搁一项真要紧，就是和平彼此来联系吼，和平彼此联系。用和平彼此联系，会当譬如讲，亲像咱咧爬山、登山队，若迄种较危险的所在，无平路的时阵呢，因拢都爱牵一条绳一个拢牵掉的，迄条绳咧联系。讲用和平彼此连接，就是讲，迄条绳伫顺境的时阵吼，逐个人对咧行，袂落队去。嘛袂走抓去，因为大家拢做伙行嘛。但是当有人厝倒的时阵呢，有人安尼无细字去歪落的时阵呢，你条绳会当诚做救命的力。特别是若咧登山迄款搁较悬的山，咱知影像喜马拉雅山啊、圣母峰迄种规个拢细吼，迄条绳绝对袂使放。兄弟姊妹，什么会是咱福祥教会大家做伙牵的迄条绳呢？真重要，向神奔驰毋是英雄主义，往主奔跑是大家做伙同心有份。所以，保罗先生的教导是团队努力的合一啦，团队做伙合一，同心协力。伫原文的中间是伫亲像伫竞赛场的画面呢吼，形容一群的运动员也是战士，大家叫做并肩作战。咱知影要甲人征战，你若大家无团结，并肩的意思是大家相竞啦，相瓦掉的。所以保罗是强调迄个并肩，往主来奔跑。所以兄弟姊妹，咱所有遮的400-500人，包括囡仔500几个兄弟。咱往主奔跑迄个过程，咱拢毋是竞争哦，大家毋是咧竞争，是咱队友啦。那这段经文，保罗所讲的这个经文吼，伊甲咱提醒福祥教会，咱的对手毋是咱家己的人，对手就是世界这个世俗的价值，也是撒旦的主动，毋是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因为咱无人讲送走赢走输吼，送是得到冠军送输，毋是咱买是做伙冠军所以咱爱小经并肩来对抗这个阻力，毋是互相来消耗去。咱若注意看以弗所书，咱当对周报内底较完整来看。保罗写经是讲，恁遮个人大家做伙，我也毋是讲国家招你来做军队啊，也毋是讲我一间公司吼。我招考人员吼，咱知影公司若较像台积电这款大公司，因要招人个是偌严格，都爱逐项拢考核足周至的呢。但是咱受呼召，毋是人的呼召，是上帝的呼召。爱讲这个呼召爱符合主的呼召。讲咱行代志，就是咱照第20节甲第30节所讲的这5项。第4节、5节、6节呢，事实保罗就是一再咧解说讲，这个特质是甚么原因？咱注意来看第4节、甲第5节、第6节，拢有讲同一句话，就是一位。伊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神只有一位，拄亲像上帝调咱要得到愿望是一个，拢一个。第5节嘛是佫一个，讲主是一个。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第6节，
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万有的爸，伊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万有，搁伫万有中。哇，质，合一就是质，迄个质是毋是一个死板的质，是一个合一的质，是一个足有气力的质。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咧往主来奔跑，这个奔跑就是若无质，啊，其他的拢是假。唯一的方向甲目标。所以伫遮啊，咱一年的开始，咱后续也有真侪教会要推动50禧年的庆典的事工。咱大家做伙来努力，就是建立这个奔跑的教会，还是跑走的教会，迄个属灵的文化。迄个文化嘛，足侪人家号做 DNA 啦，吼，号做 DNA。咱建造福音教会的属灵文化呢，咱有一项的提醒，就是福音教会这个群体兄弟姊妹，咱这个文化是大家拢受尊荣的啦，啊，无有一个受看轻的，大家彼此拢相尊重、相鼓励、相重视，毋是消耗的工具。啊，这个意思是讲，大家出自心底，互相尊荣、互相尊重、互相鼓励。那另外一句话就是讲，啊，我嘛毋通处处拢伫遐咧庆婚，处处伫遐咧甲人安尼对立，啊伫遐伫遐咧气嫌吼。安说，比如咱诚做即个尊荣的文化内底一种破壳，安尼嘛是真无彩。咱常常咧提醒讲，一间教会受呼召，大家合一，其中一个上重要的心态，就是讲，咱拢是主人，咱毋是人客，咱毋是消费者，咱是做伙有份咧起造一间教会，大大细细、前前后后、顶顶下下，所有的拢需要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份伫迄个中间。所以咱毋是消费者，咱毋是看讲啊，你要甲我服务社会，安尼即个教会伤过受消费哦，啊怎无力去啊？因为无迄个气力，所以都爱大家彼此尊重、尊荣、重视。咱知影，咱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毋是一般的组织。有一位神学家叫做莱斯利·牛比肯，吼，伊讲教会本身就是福音的公共见证啦。咱整个教会就是一个见证，毋是讲干那开喙讲你来信耶稣才做见证。咱的教会伫外人的眼光内底所行所讲所做所表现，吼，拢是生命的见证的一部分。顶礼拜咱拄好举办即个咱教会复兴的系列的研讨会咱的总结就是有祈祷讲有18间教会来咱中间。那随时甲论证看嘛有一间教会牧师啦吼，啊，佫一间教会因无改成无报名，怎受招来？安尼大约甚至要到20间教会。真侪兄弟，真侪同工吼，伫中会拄着牧师，拢会讲哇，感谢恁福音教会安尼遐用心办即个活动，对咱非常的肯定就对啦吼。咱遮佫 TV 嘛，调工来咱遮拍一块片吼。咱毋知有同工有看到无？咱有铺伫咱的群组内底，咧甲咱介绍咱举办这个事工的目的安尼。其中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元素，就是咱教会特别去定一领迄个 T 恤哦，就是迄个背心呐，就是咧招待人的背心。咱对楼骹、对外口咧指挥吼，到大门。到顶悬招待，因拢讲哇，恁福音教会吼，哇，足热情的呢，真好甲阮招呼，感觉足感动吼。这叫做文化，毋是讲吼办安尼开足侪钱，安尼就会使，是因为兄弟这同工逐个人吼，无分彼此啦。外口咧吹风的吼，咧指挥的，内面咧招呼的，咧引出的，所有。敬拜包括这影响逐项，伊讲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这个叫做牛比金牛比肯，这个教授，
所以兄弟姊妹，教会事工毋是只干那确保代志做好就好啊。讲事工做，啊你做，啊做了就解决啦。是确保咱教会一个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保罗先生讲吼，恁受呼召吼，啊，就爱按照基督的福音呢，伫腓立比书1章27节遐，无违背咱宣讲的内容啦。啊，你讲的拢这，啊做的看到无相像，改成你做的甲你讲的差遐多，差遐大尾安尼吼。所以另外一个实践性啊，甲叫做克雷格范格的尔德吼，伊讲教会毋是靠结果咧运作啊，你组织啊，逐项拢有，啊毋过吼内面吼无生命。教会你即使无组织，但是生命足丰盛，伊就是一个活命的规律。所以是靠生命的关系在维持啦吼。啊，这就是保罗先生对咱的一个勉励。保罗讲，无论安怎，你的言行举止就符合基督的福音。哦，你讲你做逐项代志，就是符合基督的福音。安尼无论我会当搁去恁遐三件仔卖，拢会当听到恁的代志。意思保罗迄个时阵，伊袂当去教会里边，所以用即个话讲。我虽然袂当看到恁，但是恁所行所讲所做是合伫基督的福音。知影恁拢用上一个心志啦，搁一个啊，一个心志，同心做伙，为着所信的福音在打拼，这是足重要。伊的关键就是伫遮。所以兄弟姊妹，好像就牧师讲的，好像有的是理论啦吼，有的是圣经的教示，但是若实际讲。牧师要招咱大家做伙来努力，即个教会就是真做有温度的教会，有温度就好啊。温度就是上基本的。啊，所以咱一几年来，咱咧鼓励会友吼，毋若是会晓念吼，爱实际甲做起来。就是咱所有会友拢是喙甜、面嘛甜，啊，搁心搁甜的教会，有笑容，互人感觉温暖。互人感觉富强教会入来吼，啊无相像。事实吼，毋是咱家己咧讲鼓励夸口啦。我嘛定听到会友吼，特别有信赖的会友，啊，拢会甲牧师讲，牧师，我听人讲呢，我才来呢。有人甲我报讲吼，富强教会吼，无共款哦，真温暖哦，啊，所以爱要来咱富强教会。啊，这咱家己讲的，人讲家己讲的，家己报吼，会臭臭啦。但是若别人讲就无共款啦。别人讲无共款，是呢，这毋是牧师一个做会到的，对毋对？每一个会友，无论长老执事，无论是干部，无论是兄弟，你拢是遐尼热情，互人感觉足亲切，袂感觉安尼吼来到遮无人插我吼，足孤单的。有一间教会吼，互人号做马铃薯汤教会啊，毋知你捌看过无？这是一本册，差不多10几年前吼出的册。是韩国的一个故事啦。啊，这马铃薯汤教会是咧讲啥货呢？吼，伊这本册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安尼吼。啊，你说奇怪，马铃薯咱台湾是马铃薯，哪有咧食？咱较少，咱食番薯较侪啦。但这韩国吼，马铃薯汤是韩国伊的国民美食，就是咱台湾吼食碗粿吼，啊，咱台湾食足食咱台南市足侪才会好食米共款。啊，现在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呢，啊，这个故事真感动人，啊，毋过无用讲详细，我简单讲就是讲，这是一间伫韩国足细间的教会，但是吼，因表现出听的心热，互人体验到天国充满愿望的故事。啊，这个作者吼叫做梁炳武啦吼，伊有一天听见一个朋友甲伊讲。我捌看见一间足细间的教会，啊，足无起眼的就对啦。啊，伊感觉这是一间理想中的教会。讲啊，细间的教会哪有啥物理想呢？也无啥物大澎湃啊。啊，这个梁炳武，这个作者伊讲，伊一个去了吼，20冬无离开。伊感觉这间教会就是伊尾声的教会，啊。伊要亲目甲见证，啊，所以后来就写出这本册。事实哦，
即个马铃薯汤教会，毋是伊的名。你讲咱富强教会叫做马铃薯汤，人讲恁是咧创啥？你是咧卖啥物件？毋是啦。伊事实伊的名就是咱通常足爱号的一个名，叫做公盐教会。咱捌听过公盐无？光盐也是公盐，伫高雄嘛有光盐教会，足侪所在叫做光甲盐的教会。但是咱互人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呢？真诶，迄个牧师甲因遐的会友吼，因无感觉讲迄个看板落来挂偌大个啦。啊，是安那会互人叫做马铃薯汤，因为因会伫一个迄个大楼吼，啊，都隔壁安尼，啊，伊伫楼顶咧聚会。啊，伊隔壁有一间店吼，因韩国足爱食马铃薯汤诶，所以呢，迄间店叫咧马铃薯汤，咧卖马铃薯汤啦。啊，逐个久袂记诶，讲即间叫做公盐啦。讲啊，你要倒，我要来去马铃薯汤食，其实是人隔壁店诶店号就对啦。啊，即个作者伊讲听见因诶牧师姓赵啦，姓赵显山牧师讲道，伊了感觉讲啊，原来即间教会是安尼，啊，所以为着要互众人知影，伊就甲即个教会写起来。即间教会安怎呢？因无家己的会堂啦，伊是租伫咱商业大楼咧聚会。好像咱对面吼，迄四百啊大楼有一寡办公的所在，啊，就一间空的所在，啊，几十平啊，是100-200平，甲租起来。啊，所以嘛无够野的场地呢，所以呢，组织了青少年聚会。啊，办公室啊，个礼拜所在吼，拢四过少。啊，教会就是互因的招牌，迄公盐嘛足细个啊，啊，所以互马铃薯汤即间店的招牌甲惹掉的。啊，久吼，大家人袂记即间叫做公盐教会，即间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啊，你若想着讲安尼吼，哇，咱富强教会实有够幸福的啦。你敢知影？咱富强教会啊，总算顶礼拜咱毋是听信长长老讲吼，若甲咱礼拜堂搁参对面吼，那700-800平有哦，吼，那是空间啦。咱实在是伫南市吼，无数1嘛数2啊，空间呢。但是即间教会讲，连家己的礼拜堂拢无，是因感觉讲吼，因一个原则，因就是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经营无爱为着去买礼拜堂啊，开遐侪钱，因的教会口座啊吼，只干那留3万块，剩的就是因的奉献啦，因的费用啦，用来优先做赈济，帮忙艰苦人，啊，去传福音。因为即个牧师甲遮个会友，大家做一个连结，就是讲。用上帝甲会友的做上帝甲会友的萝卜，亲像为父的心来牧会，啊看重会友信仰的成长，啊比建堂更较重要。啊，所以小小的公盐教会所留落的气氛是啥物？无迄个论断，无埋怨，充满着喜乐、娱乐甲感恩，每一个人的面拢充满着幸福。啊，所以因讲每一日。每一礼拜拢演着迄个天国的故事啦，迄个听的连续剧，啊，伊讲即间叫做马铃薯汤教会。兄弟姊妹，教会无咧在意大间啊小间，教会互人看起是因为即间教会有用生命活出来，活出你的特质。但兄弟姊妹，咱富强教会文化是啥物？咱富强教会 DNA 是啥物？这真重要。我有感受到咱教会其中一项温暖的所在，需要咱搁大来努力推广的。咱富强教会对开创到现今50年，拢一直保持着迄个温暖的氛围啦。人咧讲，即间教会到底是有温暖、有温度无吼？敢若看一项就好。会友礼拜煞是大家赶紧走，较早搁有冒圣经诗，即摆连圣经诗都免冒啊。啊，一个就看到无看的人啊，吼无看的人啊，啊是大家足期待要留落来，留要来甲某物人讲话，要甲新朋友讲话，要甲大家招呼。咱教会有2个所在会留人落来，咱第一就是咱的心灵传教嘉宾厅，啊，咱即马吼搁加
整理一间搁较大间，叫做对面的大楼1楼。咱即下暂时家己称呼叫做微光咖啡，微光咖啡安尼。就是讲我装修偌水偌好，设备偌好，若无人要留迄间嘛是冷冷啦，对毋对？大概小坐要坐坐无位迄毋则是混乱。这毋是今仔日才安尼呢。咱的心灵转教，咱的爱心午餐，有足侪人，毋是讲为着即顿好食，也是足俗的。是呢，我坐落来要甲某米人兄弟交陪。我感觉即个气氛我听到咱教会较资深的一群兄弟因讲咱迄阵礼拜堂还未重新起，旧的礼拜堂，咱迄较早有一个大亭礼拜堂甲教育馆中有一个亭。伊讲迄阵足怀念的就对啦，咱遮个已经较长辈遮个兄弟讲较早咱逐摆若礼拜三拢无要离开去，有人款一寡食的，我款一寡物件，讲有时来教会灶骹煮的，迄阵无爱心午餐煮无位走来牧师馆煮啦，安尼啊。迄阵牧师馆伫1楼，讲大家感觉讲留落来气氛足好的兄弟姊妹，这毋是讲安尼有食偌好偌济，是因为迄个温暖，互大家袂感觉讲会当来甲遮兄弟做伙，心足轻松足温暖感觉今日来到遮一礼拜遐烦恼甲看路拢无去安尼才是咱福阳教会的文化。兄弟姊妹，你有即个文化的记忆无？你有感觉即个温暖伫你身上无？若无够，咱爱搁加强努力。过来，教会健康的文化是迄个文化的氛围啦，就是互兄弟会当伫中间做伙来成长。咱是受爱疼心来真诚对待的所在。咱会友毋是附属品，咱的教会文化就是信仰会当落实做咱的前提条件。所以咱要咧鼓励讲，兄弟姊妹，你伫福阳教会，你的心态是甚物？是暂时的尔，还是有也好，无也好，还是感觉即间教会是我要实践上帝听努力的所在，我是要成长的所在。所以咱咧鼓励讲，兄弟姊妹，你有闲时间的好势，参加咱的文大学校，毋是讲我加读遮个，加一个毕业证书我会当去外口食头路，毋是啦，是因为你读即个表示你对信仰的追求。兄弟姊妹，同心分治的教会，同心奔跑的教会，你我拢有份。愿咱教会是一个有温度的教会，是一个温暖的教会，是人人受重视、受看重、受尊敬的教会。这是咱五主迈进、五主跑走合一上重要的事。兄弟姊妹，我要招咱唱一条底歌，毋过是对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所出来叫做合一三听的心。我请咱的英佳老师先弹第一句啦第一句咱听有咱就晓唱因为咱无谱。合一三听的心，来做来吟做来。万事谦卑，温柔忍耐，应听心互相温柔。万事谦卑，温柔忍耐，应陪主联络。真爱保守，诚心所属，合一三听的心。真爱保守，诚心所属，合一三听的心。较适咱搁一遍好无？搁一遍来。万事谦卑，温柔忍耐，应听心互相宽容。万事谦卑，温柔
留伫遮吼，伊有所书保罗这段话，讲咱尽力保守圣神所赐，合一三听的心，合一三听的心。兄弟姊妹，咱有讲起合一，毋是一个口号，合一是出自你我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来尊荣，互相来成就，嘛互相赦免。咱的教会就毋惊无人来聚会。有一句俗语讲：“花香蝶自来。”伊讲花若芳吼，这蝴蝶就家己飞来啦。兄弟姊妹，咱有富强教会有像花芳无？有花会芳无？有芳味无？有引这蝴蝶来无？所以兄弟姊妹，咱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咱甲主讲：主啊，假使我亲像以弗所保罗先生所讲的，一个合一三听的心，用温柔，用谦卑，用忍耐，用三听，用和平联络。咱为此伫主面前恳求讲，富强教会50几年的事工，毋是某物人的责任，是所有兄弟拢有份。因咱要共同看见一间有温暖、有温度的教会，是大家人拢有份的。第二，咱为着咱的教会，咱新年要到，咱有要举行好会，咱求主，互咱所做的工，拢大大荣耀主的名，也互咱50几年所计划事工，咱顺利来进行，咱的经费拢无欠亏。第三，咱为着教会这软正软弱的肢体，就咱伫拄则讲道所讲的，咱无漏交一个，大家人拢受接住扶持，大家做伙跑走。愿主施恩怜悯，特别有病痛软弱的兄弟，求主赐落医治。最后，咱为着家己的家庭亲人，献上恳求甲祈祷，愿主的福气恩典，通过咱的关怀，拢得到保全，得到保护。咱同时为着这个事，照你所感动的，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听主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心甲赐福，圣神做工伫阮中间，恩典听大家伫阮中间，有阮所做的工，应用你的性命，愿你是阮赐福，保守甲看顾，扶持甲怜悯，愿上帝你的恩典听堂，拢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保守阮兄弟姊妹大家所推动的50几年的圣工，拢大大应用你的性命，大大得到主你的儿女甲敬察，感谢你。听堂的主上帝，感谢你，愿通过保罗先生的教导。主啊，阮知影，这是上简单的数字，总是上困难来维持甲完成。所以，阮只有求圣神帮助，互阮伫主的内面，阮照主的呼召，互阮所行所做所想，合伫主呼召的稳，互阮谦顺、温柔、忍耐，互相宽容，用和平三角联系，来保持圣神所有的合一。主啊，主奔跑毋是个人的英雄主义，主奔跑是因为阮大家合齐，三角有分，三牵手，三提鞋，做伙这个目标来跑走。大家拢平平有贡献，大家拢平平有得到。拜上帝，阮将富强教会50几年的事工，恭敬靠到主，愿圣神亲自来固守甲引带。主啊，阮为着50几年所有的圣工的计划以及推动来祈祷，无论是经费，无论是人员，无论是工员，无论是各种活动的计划参与，拢求上帝甲阮陪伴。因为同心一意，工课就轻松；同心一意，阮就要看见你伫阮中间所行迄个奇妙、神热甲固守。主啊，阮将教会这软正的肢体交到主。愿你施恩怜悯，有病痛兄弟，伫病院受照顾的，伫厝里静养的，伫咧做治疗的，主啊，阮求你施落你的医治甲透放伫伊的身上。阮将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家庭大大小小交托主你的圣手，愿主你的恩同在保守，
互大家伫工作、伫生活、伫家庭、伫健康、伫囝儿事岁，拢得到上帝你奇妙的保护。我若为着今仔日这2日的举行的大学升学的考试祈祷，求你保守教会的青年，互因有好的准备，参与考试，拢将上好的、上准备好的来好好来表达出来。感谢主，感谢你，互阮大家有份做伙用这个合一的心做伙奔跑，成做富强教会上主宝贝的文化。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奉献。咱会上请起来回应上帝的希望。会众请坐。这时候来报告，咱看本月金句。这时候来读，咱做伙来读。这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称做上帝的囝儿。约翰福音1章12节，咱搁一解。这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称做上帝的囝儿。约翰福音1章12节。我来报告。咱看先开第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侍奉当中，咱主礼是詹水平牧师，咱司礼是请张岳基执事，其他部分咱规划。第3页，顶周逐项的聚会，甲本周逐项的聚会，甲牧区小组出席聚会的信息，咱请大家规划。来，先开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本主日也是国内外宣导奉献主日，咱也为着即个主日，咱大岛
甲奉献。第二点，本日也是正月18，今仔下晡1点半，要召开着定期小会，也伫2楼会议室召开，请小会员有微心来参加。第三点，小会公告，本会定伫2月7日，2月7日下上午9点，咱要召开着定期会员好会。咱迄天只有1场的礼拜，咱也今仔日有公告会员的名单，咱请会友查核也名单，若有发现有失错的所在，咱请办公室来订正。咱也为着好伙来带导，会通顺利。第4点是2026年，咱富强门道学校第1期，咱来伫今仔日来正式开课。咱上课的时间就是正月18到6月24，拢总有20堂的课。拢为主日的透早9点，伫教育中心的1楼来举行。那所有要参加的会友，拢会当能到办公室报名，还是搁要来补课。第5点到第6点，咱家己看。咱第7点，咱教会有开始咧收集咧二手衣的迄个堪用的物品吼。咱若伫迄个春节，咱过年要摒扫的时，从咱厝内面的衫裤、穿一寡用品，无破去，也是无用一个吼，咱搁好好的咱会当摕来教会，咱整理理的，咱要送到伫桃园部落组的建山教会来互因使用。第8点，其他报告消息是婚礼消息。本会邓汝安弟兄甲着黄思恩姐妹吼，定伫昨下晡3点伫台北美林浸信会伫遐举行着结婚典礼，咱也祝福这对新人。下面请牧师来补充。讲兄弟，我来做补充哈。大先介绍一位新朋友，叫做曾云竹姐妹，在哪边？在5楼哈，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啊！曾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哈。伊是咱犹太人姊妹的朋友啦哈，欢迎你来哈。感谢主。我做几样提醒啦吼。第一就是讲，咱今仔日有公布咱的即个会员名单，兄弟姊妹，你知影会员名单什么意思啦吼？就是讲咱受洗伫遮聚会，咱的成人会员，咱要伫2月初8要来开好会。好会呢，上调就是讲出席爱有够人数。咱为着节省即个纸啦吼，咱讲较早拢印一张分互大家。其实你著看到你的名伫遐安尼就好啊，所以咱即马足方便的，伫礼拜堂1楼搭一张大张的名单拢伫遐。咱嘛用电子档吼，电子档寄互各听者。你若无赶紧甲你隔壁问讲，你有看到无安尼吼？迄个名单恁家己看一下，讲即个名单我漏交，还是讲无放伫遮，你来甲办公室来订正吼。咱通好伫2月初8，因为咱今年较早开啦，过正较早嘛吼，咱较早开所以咱要印手册吼，名单赶紧确定吼。欢迎大家赶紧看一下。若有后礼拜，咱就要确定名单吼。第二，咱拄则有讲起即个1月18，今仔日开始，咱的文读学校已经开始啊。咱伫共即个时间是伫1楼，拄则讲的微光咖啡遐。咱兄弟姊妹，你若讲我袂记的听到吼，我要来参加，对中途加入拢袂要紧吼。咱有20课咧吼，那有1站嘛吼，大家去参加去听，咱拢足侪优秀，咱教会遮的指导者讲完你听了袂感觉袂感觉无聊啦吼。你后头来参加，可能安尼第1场礼拜就袂当参加，爱参加第2场吼。搁第3，甲咱报告就是讲，咱拄有讲要收集即个
这个二手的衫裤啦吼，也是遮的用品啦吼，真侪兄弟吼，可能当时一个安尼感动就甲买落，买落煞无下用吼。你单调无彩咧，人送别人无一定有路用。所以呢，咱就收集，即马地下室已经囤足多啊。咱逐年奇怪咱遮个好米拢遐尼遐多，可能恁兜迄拢加买的啦。毋过袂要紧，毋通放弃单调，互别人有通用。所以咱遮时间是写2月17我昨昏接到咱建山教会伫迄个桃园区有一间建山教会伫较早咱宝来温泉遐啦。因讲2月14就要来载啊，2月14是拜六，所以2月13以前咱就结束啊2月14人再走啊，你搁摕来哇，牧师毋知要怎处理咧迄也袂当拍卖啊所以2月13我记诶搁剩10几日，大家赶紧整理再来哪会当分类啦你若衫就甲放衫，用品就用品安尼，会当用纸壳缀较好，因为纸壳因要载等于贴的较好贴啦安尼若讲甲纸壳甲写讲，这是衫裤，这是囡仔衫，爱搁较好，大家毋免搁偷落去看这点大家举手之劳搁一项报告啦就是讲咱有要征送福音的春联，咱看迄下面有一张春联这张春联是咱特别请书法家写的这毋是印的毋是刻的，毋是咧电脑字是亲自写。佫有注明咱50禧年，咱伫楼骹，若你还袂摕到赶紧来摕。咱拍算讲到1月底，若无人佫领咱要开放第二张、第3张来送会友啊。因为咱足侪兄弟上帝祝福啊，恁兜滚啊间厝啊，逐间嘛要搭若有需要赶紧先摕内底先摕1份咱2月开始就要开放，大家领啊了为止另外呢，咱书画班因偌认真的呢，若即张尔，即张印的，因楼骹即阵苏美纪老师伊要亲手现场挥毫，看你要爱写啥，伊甲你写即种是有练过的练过咱若对楼骹会当甲参观一下咱过来兄弟足爱写书法足难得佫另外咱主席安小组长呢，要伫1月23过来下拜六，要伫5园较早迄工会堂就对啦，要来举办油画个展，咱有机会去甲参观会感觉安尼欣赏到水的画真心情真好佫另外报告就是讲，咱新老互助社，毋知咱兄弟知影叫做新老互助社知影无？咱老岁拢知啦新老互助社是一个足好用的所在呢，因为伊就是专门咧做一个小额的贷款，若还袂参加啦，咱会当帮遮个中级，就是讲新老合作社，伊设伫迄个新人院边因即礼拜过来即礼拜24号的款新老合作社24号下晡拜六1点50要伫中营中学的大礼堂开社员大会，若有人对互助社无熟悉，毋知嘛会当来问牧师啦。伊就是讲，咱有诶少年人有要小额的贷款安尼会当足方便，嘛是储蓄就是存款啦咱教会有参加即个协会，咱欢迎来使用。若已经是会员的，鼓励咱大家参加。最后要报告就是讲，咱手抄迄个路加福音咱公报社已经截止但是咱教会呢，就是到2月底所以咱好写，甲路加福音甲抄好完整，咱要送礼物佫另外，咱已经慢慢咧收遮名单，就是去年有读圣经1年1届，2年读1届佫背金句的名单，咱各团体各单位拢甲名单送来，咱截止了，咱要整理送小礼物啦鼓励遮兄弟有参与伫遮所有的遮读经佫灵修多谢，用安尼甲咱报告。上映，大家起立来唱最后391首《鹅肉天顶主宰》，来吟诗刷，请牧师来祝贺。鹅肉天顶主宰，从这地归甲他，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咱请坐密祷，避讳圣官队咧唱祝福的诗歌。